近的中华民国驻温哥華辦事處陳處長加拿大嘅國會議員關小姐我哋來自世界各地嘅原名寮代表，以及温哥華國僑團嘅首長今晚我哋係第19屆閉幕典禮後個聯歡晚會我哋世界19屆年會係經過我哋大家歡聚同埋溝通聯議會議之後呢，我哋已經係達到一個好美滿嘅成果。我哋已經係選出新19屆新嘅領導班子。首先我呢就恭喜我哋新嘅領導班子今後呢就繼往開來更加努力，因為我哋願意僑胞個福祉係有所貢獻。